賽馬 VinQT 翻嚟啦！好，翻嚟今晚賽馬 VinQT，哎呀，林翔啊，我截咗你添，咁啊算啦，跟住截咗你糊先，咁啊嗱，都係講到而家由日本跳到法國咯，咁啊今晚繼續有林翔之外咧，咁啊繼續有嘉賓芝士啊 Galen Chief，好，繼續交俾阿林翔先講法國嘢，喂，係啊，係咁啊，講完日本就去到龍上馬場啦，咁啊先嚟咗呢場加登大賽啊，咁啊。4000米大長途咁啊，話香港馬迷都好少見，即係計當年即係安樊馬場嗰個跳欄7跑72之後，都好少見啲咁長嘅賽事。咁啊，喂，芝士呢場加登大賽以我印象就03、04年西方駿馬就打突贏過之外咧，喂，其實跑親呢場都唔係話一啲咁真係頂到咁頂嘅長途馬喎，我有冇講錯咧？冇錯噶，咁啊，亦都講一個笑話俾大家知啊。今年咧，因為係佢哋喺越洋方面咧，即係因為歐美兩邊佢哋夾嗰啲彩池 pick 3 pick 4咧，因為有改變關係咧，依場原本以往咧就排即係大賽日嘅最尾一場跑嘅。咁啊，叫曲終人散，都根本上個馬場即係剩翻2-3成人，即係冇人睇嘅。咁啊，我哋喺美國啊，根本上甚至乎係。啲人個個走晒去買美國第一口孖寶㗎啦，即係因為已經跑成12點幾1點，咁今次係擺咗頭開波先。咁啊，呢一場咧就係4000米嘅大長途，其實好多咧根本上係正如好似頭先阿吳長講嘅，即係唔係大家好熟悉㗎嘛？點解咧？因為呢啲咧佢哋基本上已經係早幾年嗰啲失意軍人嚟㗎啦，即係唔會喺平地賽再有咩任何特別表現嘅時候咧。基本上已經係坐定粒六就走去跑障礙賽，咁但係咧之前咧就係佢係障礙賽之前都有一啲叫 bumper race 啊，佢呢啲就係部署上去，即係逐步咁樣加佢個氣量，慢慢逐步跑，由 bumper 即係話冇障礙物嘅跳欄賽，即係就咁跑平地賽嘅啫，咁啊。即係佢呢啲係逐步4000、4800、5000咁樣一路加上去，逐步咧由跟住矮欄跟住高欄咁樣跳上去。咁所以咧，呢啲咧已經係唔會點樣有喺平地賽有任何造作㗎啦。咁所以佢大家都唔會話太熟悉。但係今年咧有一匹大家可能會好熟悉喎。其實舊年都嚟過喺沙田亮相過。香港平竟然40幾倍走一直第3嘅，呢隻叫北非風情。咁呢隻馬咧，都暫時嚟講喺呢一個場合，今屆嚟講咧都幾對版嘅噃。咁啊係啊，咁啊舊年國際評我諗都諗唔到跑跳欄嗰呢隻唔係話縮落嚟跑2400，驚個嚴警又真係俾佢追咗上嚟。咁其實今年北非風情咧，依家暫時錄音時間望到佢就4號啦。咁啊，因為依家預計龍象咧都周日會落場地會幾黏嗰方面，咁可能會有啲馬退出，都陸續會退出都未定。咁所以暫時錄音時間都仲係正選嚟嘅呢隻4號北非風情。咁佢今年5月2號咧就輸過跑第2就輸過俾今場嘅3號嘅藝術先鋒啦。咁啊，亦都呢隻北非風情亦都係舊年嘅呢場加登賽事嘅亞軍啦。咁跑第3嗰隻就大家好熟悉㗎啦，私人作家 Yes 啊。咁啊，亦都依家都退咗役啦。咁但係今年我反而覺得北非風情佢個 preparation 冇佢上年跑第2嗰陣時咁好啊，因為佢舊年跑加登大賽之前喺一場龍上嘅賽事就贏咗嘅，咁但係今年佢跑翻同一場賽事咧就跑第3喎，咁芝士你覺得咦佢今年會唔會真係舊年佢真係 top form 嚟跑先至話連香港嗰場都上埋名攞獎金，但係今年個 form 佢會唔會話真係冇上年咁 sharp 咧真係？依方面我反而話唔係太擔心，因為點解呢隻馬令我記起都10年8載前另外一隻，我諗香港嘅馬迷都曾經記得呢隻叫約翰傳召嘅美國馬。係。呢啲馬咧又係。呢啲馬咧即係美國有一隻即係歐洲亦都有一隻就係話佢跑下，佢本來係跑跳欄嘅，佢本來4、5歲嘅時候咧步出去跑跳欄，但係咧可能喺嗰度嘅造就個成就又唔係太好，佢翻嚟嘅時候咧。反而喺平地賽又越跑越好，咁呢兩隻而家嚟到即去到呢一個階段咧，其實你話佢高又低，其實佢個水平唔會話爭得太遠。上一次佢輸嗰場第3咧，我自己後尾都睇過 paper，我覺得佢有少少輸際遇問題啫，但係隻馬，我覺得佢係翻嚟，同埋佢係喺全場嚟講，其實馬又唔係太多啦呢場，佢係比較穩定嘅一隻馬。
即係你嚟到你話去到跑到年長馬7歲8歲跑大長途咧，我覺得始終經驗即係嗰個比重經驗係同比起狀態更加重要。即係我寧願隻馬嘅狀態可能佢就算由10成跌翻落去8成，但係佢經驗夠嘅時候咧，有陣時可以搭夠嘅。嗱，同一個道理咧，禮拜6啊，早一日我哋喺呢邊聽日跑嗰場馬會金杯之前嗰場叫做賀樹草地錦標，有一隻叫領悟咧。嗱，嗰隻馬妹咧，嗱，聽日喺貝蒙園又預期係落大雨嘅，因為今日呢度大雨，貝蒙園冇得跑嘅，咁啊全部留翻聽日，即係完全取消晒。嗱，呢啲馬又係佢一遇到好惡劣嘅環境，大爛地啊，佢自己本身狀態唔係去到十足嘅時候，佢憑自己經驗咧，佢反而走個位靚少少啊，識得流氣啊，佢就可以贏啲較年輕嘅對手。所以呢方面我唔係話太擔心。同埋呢隻北非風情咧，隨時你越估唔到佢嘅時候，佢就越出嚟。嗱，舊年嘅沙田大家已經見到啦。係啊。所以呢場嚟講，同埋佢個配搭暫時我都幾喜歡，咁所以都應該係最對版嘅一隻喺呢場裏邊。咁睇下可唔可以好似上年咁又跑得翻啲咁高水準出嚟啦。咁啊，同場對手有幾隻今季個表現都幾好㗎喎，譬如隻3號嘅藝術先鋒啦，一隻好準成嘅馬，今季其實今季到依家為止咧，未甩過3甲，咁啊3邊3個第3，呢隻馬跑10場嘅表列賽或以上嘅賽事咧，係攞到6邊1個第2、2個第3嘅成績。咁睇嚟呢隻馬如果以今季個表現，呢場佢應該都係一隻 main contender 嚟喎呢隻。冇錯啊，咁同埋呢一隻有個喺呢一場裏面有個好處就係佢真係贏過北非風情先啦。係。咁啊，但係呢一隻馬就嗱，其實以嚟講係我哋跑大長途一定係講經驗稱先嘅。咁佢只不過5歲馬喺全場裏邊咧，我諗係第3最年輕嘅。咁佢亦都係未去過咁遠。佢嘅步速係逐步去到向4000米嗰邊進發。嗱，綠樹佢往年話往來對。即係部署呢啲都係有一手，但係呢隻馬今次係亦都操得好足嚟，咁但係個本身就係真係睇佢自己個本事去唔到去到4000米咁上啦。如果去到嘅呢隻馬好有新鮮感。嗯，好，咁啊，另外嗱，如果你話講經驗咧，咁啊7號嘅呢個係自由系統同埋呢個係8號嘅呢個Winter Dream 咧，即係個寒冬甜夢咧，都好有經驗啦，都6歲啦。其實呢場除咗北非風情8歲，佢哋呢兩隻都6歲。如果以近況嚟講，隻7號呢個自由系統又真係近6場非冠即亞咧，咁啊亦都喺9月12號嘅同一個馬場龍上一場3000米賽事咧，亦都贏咗，仲要贏2個拎翻嚟。嗰場又係變化地，一場幾好嘅呢一嘅賽事嚟喎。咁嗰場賽事幫唔幫到呢隻自由系統啊？今場個真勝機會咧？嗱，嗰場咧就真係贏得好精彩啊！我亦都有睇過，咁啊係無師二騎添嘅，咁啊喺外檔咧 bling 即係好似喺後邊如飛殺上咁啊，20倍半等咧就爆出一個即係都幾好分嘅分頭。咁本來咧佢就唔報呢場啦，冇信心嘅，但係就係因為贏咗嗰場之後咧，就幕後咧真係即係心紅咧，就直情係即係罰錢都照加後補入嚟。咁但係呢場馬，我覺得佢最大嘅 question mark 都係佢又係未點跑過4000米，即係嗰個情況就同隻藝術先鋒差唔多。不過佢配搭可能比藝術先鋒更加強咧。咁啊，呢方面佢又會賺翻多少分啦？咁啊，佢同巫師2好夾㗎，其實佢真係同巫師好夾啊！呢隻馬係。因為你睇佢上次佢直情係。一撳佢就去噶啦，係嘛？即係你如果唔以為咧，佢以為佢係跑1里，唔係跑大長度。咁但係佢即係嗰段爆炸力都好犀利。咁如果你俾巫師佢把握到，即係再次咁把握到嘅時候，應該都唔會差得遠。咁但係另外一方面，你睇下佢嗱禮拜日咧，嗱今次我見到。有我哋今日有個好笑笑啊！睇下禮拜6、禮拜日會唔會日本、美國同法國3個地方全部草地都喺度跑大爛地啦，因為3個地方都落緊雨。如果法國都係即係軟爛地嘅時候，可能對啲馬又有少少影響，大家可以係考慮下。OK， 咁其他馬方面有冇咩心水嘅選擇咧？呢場你有？嗱，呢場咧就因為馬係比較少啦，咁啊。
始終都係離唔開呢三隻。我自己加多隻就係嗰隻無敵勇將啦，無即係1號係啦。咁啊，練馬師對佢都幾有信心，咁啊部署都唔錯嘅。咁不過亦都係呢啲即係大長途，甚至乎係要跑幾年嚟講咧，即係你要去賺經驗嘅時候，我始終即係年紀輕少少，我都係有少少戒心嘅。咁只不過睇下佢可唔可以即係 surprise 下啦嚇。好，咁啊呢場你就即係中意就有3號嘅呢個藝術先鋒啦，另外亦都有1號呢個係無敵勇將啦。咁另外北非風情你又更加中意添啦。咁啊另外自由係你都覺得即係希望佢即係無私嗰度有啲幫助咁樣。咁其實我呢場就信心唔係好大嘅，咁但係即係都大概都其實同芝斯都係選都係嗰扎馬啦。3號藝術先鋒啦，4號嘅北非風情啦，咁啊7號嘅自由系統，咁啊5號嘅突擊今季咧，其實今季跑4場都未甩過3甲，咁啊之前而跑親都係表列賽3級賽，我覺得呢隻都係一隻後起之秀。不過就即係正如阿芝斯講，喂咁後生得唔得咧？真係要搏一搏啦。咁啊，仲有冇其他補充？呢場應該都係咁上下啦。咁啊睇下，即係大家馬有耐性定大家有耐性啊？呢場真係要鬥耐性啊！4000米有排睇，如果仲變化地啊，仲哇可馬上末段真係大家鬥捱添啊，隨時都。好彩呢場係第一場啫，熱身啦，咁啊同啲即係香港馬迷而家熱身先，同埋都少見有啲4000米嘅大長途賽事啊。咁啊呢次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翻嚟唞唞先，跟住再講埋餘下嘅賽事啊。